按照節氣嚟講，其實8月7號就有啲立秋噶啦，但係唔知道大家有冇呢種感覺呢？雖然而家天氣仲係好熱，但係我哋身體上就已經感受到少少秋天嘅信號。譬如我哋皮膚有少少乾燥啦，又或者係口經常乾，敷完面膜之後第二日都係感覺到唔夠水潤嘅。以前嘅我呢，可能遇到呢種情況我就狂飲水，但係後嚟發現其實我哋身體真正缺嘅唔係我哋單純去飲水，而係津液。單純狂飲水係冇乜用嘅，所以今日咧就準備同大家分享一杯我自己入咗秋之後會飲嘅潤燥飲。唔知道係唔係心理作用啊？每一次飲完佢之後，我自己咧都會覺得身體係潤咗嘅，同埋舒服咗。首先我哋準備雪梨乾、麥冬、玉竹、百合乾，將食材沖洗乾淨之後呢，我哋放入養生壺，加入大概900到1000毫升嘅水。呢度我會先唔開火浸20分鐘，然後再煮30分鐘左右。煮好之後就可以飲噶啦。佢嘅味道其實好舒服，有雪梨嘅清甜，仲有玉竹淡淡嘅香味。養陰潤燥，女生飲呢就好適合。不過後嚟我發現，其實養陰潤燥唔單單係補水咁簡單。日頭我哋將陰液補咗入去我哋身體入邊，但係如果晚上瞓得唔好，心水又不寧嘅話呢，我哋呢啲陰液其實係留唔住嘅。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，對於秋燥呢一樣嘢嚟講，正確嘅一個思路應該係一補一藏。日頭嘅時候飲我哋啱啱提到嘅雪梨飲，將呢一個津液補充喺我哋身體入邊。而晚上臨瞓之前，我自己嘅習慣呢，就係飲一杯我自己研發嘅檸檬玫瑰博士茶，因為博士茶本身呢，就有好強嘅抗氧化啦，同埋安神嘅作用。而佢呢，就係負責我哋身體嘅藏啦。沖落去嘅瞬間，玫瑰同埋檸檬嘅香味散開，跟住係沉穩嘅木質調香味。飲完之後，成個嘴呢都係乾淨嘅果香餘韻，成個感覺係好清新，就好似秋天晚上嘅風，好舒服。